国议会保守党议员警告说，政府从中国进口太阳能技术的计划意味着资助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据英国媒体报道，保守党议员正在督促首相约翰逊不要投资正在进行种族灭绝的中国太阳能市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躲过一次议会不信任投票后，4月3日要求总统解散国民议会，提前举行选举并获批准。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将进入新一轮的政治不确定期，设立一个临时政府，在90天内举行选举。本周日，中国通报超过1.3万新增中共病毒阳性病例，是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大多数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同时，在苏州发现奥密克戎新型变异株。针对这轮疫情能否守得住，代价几何的质疑声愈加响亮。随着中共病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传播，中国的中共病毒清零政策面临极大的压力。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处3日发表消息称，该国情报部门拘捕了一名曾策划暗杀国家总统托卡耶夫的外国情报人员。消息称，2022年3月25日，在努尔苏坦市，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部门拘捕了一名外国情报人员，曾策划暗杀哈萨克斯坦总统及一系列高层公职人员。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将要求出口产品以卢比支付。西方的制裁加速了对美元和欧元信心的削弱。据俄新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在谈到俄罗斯要求为天然气支付卢比时说，未来将扩大到其他产品。当地时间3月31日，负责沙特记者卡舒奇遇害案的土耳其检察官称，将停止对该案件的审理，并决定把相关文件和涉案人员移交沙特。微报分析称，这可能是土耳其希望缓和与沙特之间的关系有关。因卡舒奇案，土耳其和沙特两国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今年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表示计划访问沙特，寻求恢复两国的贸易和投资，以提振土耳其的经济。英国首相约翰逊指责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平民做出的恶劣攻击，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又形容是战争罪行。他表示会尽自己所能摧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争机器，在正义得到伸张之前不会罢休，并支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在乌克兰发生的暴行。